任務目標：獲取未來潔淨能源 K Power。從戰場到屋企嘅距離，都只係一首歌嘅時間。K Power 已經發送至太空基站，任務完成。無論我點樣為世界搏鬥，屋企就係我可以完全做返自己嘅地方。K Power 已經生效，成功向全球輸送潔淨能源。我嘅戰鬥係為咗守護世界嘅光，而呢個完美嘅家就係守護我心中嘅光。仲偷拍？